簡單，譬如話喺呢個閱兵式請埋你一齊嚟受閱嚟參閱，咁就可以達到自己想要嘅效果。咁其實都係即係好似屋企開 party 咁樣一齊嚟啦。當然啦，除咗你派兵加入一齊閱兵之外咧，咁你各國元首啊都有嚟，你睇下好似埃及總統塞西啊，佢哋都有嚟。咁即係作為一種中國同對外關係同其他國家嘅關係比較良好嘅印象咯。但係今次有啲國家啦，元首冇嚟啊，譬如你美國總統奧巴馬冇嚟，英國嗰邊都係冇嚟，都係派啲駐華代表啊就出席。咁其實會唔會話啲國家都算話太俾面？咁你唔可以話即係話唔嚟咁就俾面，即係好難嘅，全世界都去都要俾面一齊同佢哋做係咪？咁其實你見到英國都派個比較高級嘅人過嚟啦，咁就其實咧頭先你都講到啦，英美喺本身就好少啊閱兵，就更加少即係用展示軍事力量嘅方式去紀念即係和平啊戰爭結束咁，所以一般做法都係會係咁樣，同埋咧日本係要求即係西方國家嘅元首啊，即係咁樣出席，因為畢竟咧雖然中國官方就話冇針對日本嘅意思咧，但係即使你真係冇人嘅印象都會有啲有咁就。即係日本係美國嘅重要盟國，咁就無謂就花田地下啦。即係會唔會話日本安倍晉三唔嚟，跟住美國總統奧巴馬都冇？佢要求佢唔好嚟，即係大家睇到潘基文嚟日本都出聲嘈啦，即係佢話係即係俾人話有意思係針對日本嘅。咁你即係西方社會即係日本嘅盟國就太重要人物出過嚟就唔係好方便啦。同埋可以大家去睇翻，其實咧俄羅斯今年稍早嘅維爾國戰爭紀念咧，佢都係有邀請外國軍隊去一齊參加呢條閱兵嘅。咁中國解放軍都派咗人過去啦。咁所以其實可以係話呢種俄式嘅閱兵咧，都會有呢啲咁嘅做法啦。因為畢竟係中國解放軍好多。